最后一题，我要送你 T 恤加头巾。黑，看见不？啊，黄色的布条。这个活动很好看哎，你有看细汉囡仔还是阿公阿嬷？哇，还是很会跳舞、很会唱歌的。大家都用互用的方式在跳宋江镇哎，不是用跳的鸟，各有比的，各有唱的，各有演的哦，上面都会塞哦。有16队，比去年还更多队了哈。办第2年啊，第1年有6万块呢。今年看人安那比，明年哇你来哈，3个人就可以组队了哈。来。明天有什么比赛？答对送你 T 恤加头巾。1、2，接下来坏人还有吗？来，坏人再推最后的压轴这一枚内门小将，不然他这一趴都没有呢，露脸的机会。我们的内门区的这个可爱的内门小将，来，小将说谁，我们就礼物有可能送给谁。